健康的消息来看，这世界卫生组织甲 BMI 超过40的人认定是病态性的大考。咱的国健署统计，其实咱国内呢19岁以上的人，每2个人当中都有1个人上届大考啊。政府是针对病态性的大考，甲纳入健保的给付，有医生替这的患者来做微缩小的手术，帮助患者赶紧瘦落来。 到今天早上呢，已经瘦了36公斤。36岁王小姐分享家己对100公斤瘦到64公斤的成果。伊讲大考互伊的生活真无方便，常常无法度喘气，规工嘛拢无啥物精神。后来伊决定去做所谓胃肠息肉的手术，手术了后胃口变细，真紧就瘦落来啊。以前就是可以吃很多，但是现在的量已经就是可能一个便当是吃不完的，那个饮食费也减少了不少。 替王小姐做手术的医生表示，伊是透过达文西手术，甲机器手骨用来做手术，和英国传统的人工手术比起来，除了较整较以外，病人嘛较袂疼。为着要帮助甲王小姐同款，因为破病才变大考的患者，政府伫咧去年9月份已经甲机器人手骨纳入健保，等于是政府有补助一半的金额。 对，传统的费用真的是蛮高啊，因为传统费用手术费没有纳入健保，然后再加上机械手臂还有基本的耗材，现在大概就只要付达文西机械手臂的耗材费用就可以，可以说几乎少50%哦。 除了伫咧去年纳入健保，政府嘛伫咧2020年降低手术的标准，只要 BMI 超过37.5，也是 BMI 超过32.5，而且有高风险疾病患者，拢会当符合健保补贴的条件。医生嘛警告讲，若准病态性大考无去治疗，得到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油、佮癌症的风险拢会提高。也若手术了后，医生嘛提醒爱配合食食和运动，才会当继续保持健康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